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我们是约翰福音第24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黄家生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求主你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主你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默想你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都有30-40位的弟兄姐妹与牧师一起来圣经共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恳求天父继续感动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清晨来亲近你，用你的话来迎接新的一天，好叫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来荣耀主你的名。求主这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门。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7章，那可以看到耶稣不是只有行神迹和教导，而是他是弥赛亚。那最高峰是在11章的拉撒路的复活，也是7个神迹当中，约翰所安排的第7个。那我们看见在第7章住棚节当中的争论以及第8章有行淫的妇人和昨天看完的，在这个耶稣讲到他是世上的光。今天我们要进入第9章，那耶稣又行了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是让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看见了，是7个神迹当中的第6个。那我们来请家生长老先带我们来读第9章的1到7节。好，第一节，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他的门徒问他：老师，这个人生来就失明，是谁的罪造成的？是他自己的罪，或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稣回答：他失明跟他自己或他父母的罪都没有关系，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上的光。说了这话，耶稣吐口水在地上，用口水或者泥抹在盲人的眼睛上，并对他说：你到西罗亚池子去洗吧。他就去洗，回来的时候能看见了。谢谢。那生来瞎眼表示他是先天性的，那不是后天的原因。好，那但是在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提到耶稣医好瞎眼，甚至有一个叫做巴迪买。那在福音书当中也都有记载他的名字，但地点巴迪买是在耶利哥，地点不一样。那耶稣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好，那昨天耶稣他在圣殿的广场教导真理使人得自由。那讲到他比亚伯拉罕还早，当亚伯拉罕看到他的时候呢，是欢欢喜喜的期待他再来，甚至呢，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了，我是。好，那这句话呢，那让这些已经原来信耶稣的犹太人呢，顿时呢又没有办法接纳他，甚至拿石头要打他。但是第9章显然还是在同一天，因为第9章第1节说耶稣在路上，或是耶稣往前走，所以这还在同一天的当中遇到这个生来是瞎眼。那他的门徒呢就直接的联想就问耶稣说老师，这个人生来就失明，是瞎眼，那是谁犯罪？是谁的罪造成呢？是他自己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那这个会成为第9章的一个议题，那就是我们会明天继续看到这个瞎眼跟犯罪在犹太人
甚至在门徒的心里面认为这就是有连带的关系啊，是一定是犯罪好才会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呢才会眼睛看不见，所以才会这么悲惨。那他们虽然同情可怜这个生来瞎眼，但是他们也不同情，因为他是罪有应得，所以一定是罪造成的。那耶稣第三节呢，却回答说，他的失明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啊。那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想法是犯罪，然后造成咒诅，然后才会失明看不见。但是耶稣说这个看不见不是人的问题，或许是罪的问题，但是呢，问题是在于上帝的荣耀被遮盖了。问题在于没有办法看见那个光，没有办法看见世上的光，因为没有光来照耀。所以我们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呢，应该要把这个耶稣这句话的重点当作上帝的荣耀被遮盖了，被隐藏了。那怎么样能够让上帝的荣耀显出来？所以耶稣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人看法就是这个罪太困难了，这个罪呢使人生有各样子的这样子的祸患，或是各样子的不幸的遭遇。但是耶稣看的重点是，其实上帝的荣耀都在，只是被暂时的遮盖住，而耶稣呢，就是能够让这样子的罪被遮盖的荣耀呢，能够显出来。所以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彰显神的作为。所以人来看好像是没有药可以医，但耶稣来看，神的荣耀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彰显出来。第四节，耶稣说：“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作。”所以耶稣又在提到工作。那信使人所差来的就是他的工。在之前我们有读到这个耶稣讲到生命的粮的时候，所以他要让人吃这个粮食，就是要使人相信神所差来。同样，他现在也讲到他是世上的光，也必须要做这个工，同样的工，而且还要加上一句，就是趁着白天趁着白天所以这个白天对照的呢就是说黑暗黑夜来了，因为在马太福音也说黑夜来就没有人能做工。那这个黑夜呢就是指这个最后的审判是预表在这个最后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呢，就不能做工所以传福音就是在耶稣再来审判以前就是我们所谓的白天。那这个白天呢，用在这个地方呢，第9章也是在住棚节当中的这个有光照亮的时候，还有这一天呢，我们从后面第9章后面来看，这一天是安息日，那就是住棚节的第8天了。第8天，因为住棚节从安息日开始，然后在安息日结束，所以在安息日呢，耶稣可以教导，但是又来耶稣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呢？现在呢，有人有需要，耶稣要不要做工？他做的工就是使人信耶稣不是犹太人认为的就是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走、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医病。那耶稣呢继续展现他怎么样让人信他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就是吐口水、唾沫先在地上。那这是在圣经当中很少看到的这样的动作，也只有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这样子的记载。前面不管医治瞎子，或是医治又耳又聋的，或是医治巴底买，那没有这么样子的奇怪的动作。但是耶稣吐唾沫，然后让口水沾着泥，
所以这个口水是真的是有水，不是痰。然后呢，又用这样东西抹在盲人的眼上，那这个动作很难明了，但是相信对我们现在来讲，是一个不干净不卫生的一个举动哦。但是耶稣却抹在他脸上之后呢，就吩咐他，叫他去西罗亚的池子里面去洗。那西罗亚这个池子的名字叫做奉差遣奉差遣。好，那他去洗的时候回来就看见了，西罗亚呢，这个池水是从城外面的基训泉所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它是从外面的泉所引进到城内的一个隧道所来自的这个水它不是地下水，它是节水道而进来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传出去或是送出去那英文是 sent， 所以也有叫在这边叫奉差遣好像是主人命令仆人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把它传送出去传送出去。那耶稣这时候是光明节不是住棚节然后呢才刚从圣殿被人家用石头打，可是他却走了出来，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他呢他要做上帝的工，就是让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他吐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叫他去西罗亚池子。那这一段距离呢至少600公尺左右，600公尺。那对我们一般人来明眼人而言，走这600公尺可能很简单，但是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来讲，这600公尺呢他就有困难不管这个人几岁前面毕士大那个人呢已经瘫了38年那这个人呢他的父母亲都还在父母亲都还健在那或许是年轻或许也年长，但是他要走这600公尺去那这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他也可以像那个毕士大池旁的那个人说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帮助他。但耶稣呢只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动作抹在他的脸上，然后一句话去西罗亚池子洗。那这个人的瞎眼的人的反应呢就是去了。那他一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回头就看见。那回头就看见的意思就是说他能看见的回去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他就能看见而回去表示他在去的路上他都是一直看不见的，但是当他真的去做那有点像乃曼在这个约旦河洗的第7次那他这真的是把上帝的话完全的实行那在实行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心就产生了大能神迹那所以乃曼得医治，麻风病好了，然后呢这个瞎眼人他的眼睛也好了那更奇特的是这个他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了，所以耶稣吐的唾沫呢那可以预表就是从口里面所出来的话。那这个和着地上的泥呢泥呢就象征是尘土因为我们人都是由尘土所造的，所以上帝的话加上人这个尘土的身体然后呢唾沫抹泥就是让神的话进到人的里面。那这个瞎子呢他这样的顺服一路从北到南这600公尺，可能是摸索可能是有人带，或是呢他真的是凭信心而去那也代表这个他有顺服的灵那当他眼睛一张开，就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的就是一个传送的水传送所以奉差遣，所以这也是他生平所见到的，就是要为耶稣来传送做见证。那马可福音第7章、马可福音第8章都有提到耶稣医好在低加坡里医好一个耳聋、舌头不能说话的哑巴，还有医好伯赛大的瞎子。那甚至呢，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那也有讲到这个瞎子的巴底买在耶利哥。
好，那耶稣都医好他们，但是在约翰呢，应该都不是指这3个人。约翰呢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这个地方正在耶路撒冷，而且呢，这个人还有父母亲来对他做见证。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瞎子呢，他的奉差遣就是真的是上帝要呼召他，要为主做工，要去传颂，要去见证。所以第9章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瞎子，后来他怎么样的信心被提升，因为现在他眼睛好，只是跟无比鳄鱼的神迹一样，这只是神迹的开始。那后面的祝福还要跟不要？那所以第9章后面这个瞎子为耶稣做了更多的见证。好，那么继续请加深长老带我们来读8到12节。第8节，他的邻居和经常看见他在讨饭的人说：“这个人不是一向坐在这里讨饭的吗？”有的说就是他，也有的说不是他，只是像他罢了。那个人自己说：“我就是他。”他们问：“你的眼睛是怎样开的呢？”他回答：“一个名叫耶稣的和了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到希洛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能看见了。”他们问：“那个人在哪里？”他回答：“我不知道。”那在第8节讲到这个瞎子的工作呢，就是乞讨。所以他虽然有爸爸妈妈，但是他还是要想办法谋生，所以就是去乞讨。那所以他们认出这个是一天到晚在圣殿门口在乞讨的人，但是有人呢不敢相信，说不是，只是长得像他。所以约翰把这个人的对话呢都记载得很清楚。后来是这个瞎子自己说啊，就是我，是我。这个是我跟耶稣讲的是我是同一个字。耶稣说我是，那他也说我是。但是呢，这2个一个是代表神的儿子，一个是代表人的儿子。那他们就问：你的眼睛怎么能看见？那这时候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他和了泥抹我的眼睛，所以他也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他听得见，他知道耶稣怎么样用什么东西用口水和泥抹他眼睛，所以他没有觉得被冒犯，耶稣就要去洗，他还真的去洗。那所以他把这个过程很详细的讲。那这些听的人呢，听见的人就问说：那他在哪里呢？那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去洗，要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他。那再请加深长老带我们来读13到17节。13节，他们带那从前失明的人去见法利赛人。耶稣或了泥开他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一次盘问那个人是怎样得看见的。他告诉他们：他用泥抹我的眼睛，我一去洗就能看见。有些法利赛人说，做这事的人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的戒律。另有些人说，一个有罪的人怎能行这样神迹呢？他们因此争论起来。17节，于是法利赛人再次盘问那个人：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回答：他是一位先知。那这个伟大的神迹呢，马上又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去。那法利赛人呢，跟这个毕士大池这个摊子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虽然被这个神迹给吓到，但是他们马上又把他们的职业病搬出来。那他们就讨论要详细的盘查这个人怎么看见呢？那所以这个瞎子没有名字的瞎子，就回答说：因为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然后我一洗就看见，所以他又再重新又再说一次。所以法利赛人马上分成2种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来帮他抹眼睛的这个人呢，他不是从神来，因为呢他不守神的安息日，所以他不是从神来的，那就是要小心，
他可能是魔鬼，他可能是邪灵附身，好，那他可能是行巫术法医啊，好，那行巫术，好，拿法师，好，所以呢要离他远一点。但是呢，另外有一派的人却说，如果是罪人，是巫师，好，是这个有罪人，他怎么能够行这么伟大的神迹呢？这一派的法利赛人呢，也不得不承认，啊，他不是后来瞎眼，他是先天就失明了，先天就失明，居然让一个从来没看到的眼睛可以恢复视力，所以呢，这里提到说，他们当中呢就产生了分裂，就争论起来。那这个法利赛人呢，又再来盘问这个瞎眼的时候，他看了眼睛，你说你觉得你认为他是什么人呢？这时候呢，这个瞎眼回答说，他是个先知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瞎眼对耶稣的认识。一开始他回来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哦，你怎么看到的？”他说有一个名叫耶稣的。现在法利赛人问他呢，他对耶稣的认识呢，又再一次提升，从耶稣这个名字，然后呢变成了先知，变成了先知。好，那我们再继续看18到23，好，再请家生长带我们来读。18节，犹太人的领袖不相信他从前失明，现在看得见。等到把他的父母找来，他们问：这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不是说他生来就失明吗？那么现在又怎么会看见呢？他的父母回答：他是我们的儿子，他生下来就失明的，这是我们知道。至于他现在怎么会看见，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去问他吧，让他自己回答你们。他的父母这样子说，是因为怕犹太人的领袖，当时他们已经商妥，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基督，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的父母回答，他已经成人了，你们去问他吧。以上。那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这一群人呢，还是在圣殿当中、耶路撒冷当中的核心人物啊。那他们对于这个伟大的神迹呢，他们的结论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所以不愿意相信呢，他们就开始找出理由，好来否认这个神迹，说他不是天生失明的。所以他们不相信他从前失明，说你是装的，你是演的，你是不刚好造成的。所以呢，为了要证实，所以就去找他的父母亲，找他的父母亲来问他的父母亲，这个人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是先天失明，现在他们的确父母也说他先天失明，现在他怎么能看见呢？难道他是装的吗？就是总要问出个答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的信心真的不只是迟钝，而且他们所选的路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就是要否定神迹，要把神的作为呢，变成是人刚好的巧合，要找个理由，让他们心里面才不会那么样的遇到神迹的恐惧害怕。他的父母回答说，他的确是我们生的，而且呢，的确他生来就是眼睛看不见，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个是这段就是一个证词，他的父母亲证实这个神迹呢，的确是伟大的神迹，从来没有发生过。那至于这父母也很有智慧，为什么这样回答？后面有解释。至于他现在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所以这个父母亲也是显然是很小心翼翼在回答。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儿子，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就看不见。但是呢，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为什么又能够看见，我们不晓得。还有呢，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也不敢去讲耶稣，不敢说是先知，那就回答说他已经成人，那他已经满了20岁，你们问他吧，问他吧，他自己会说。所以这个父母亲这么小心的回答，那约翰也都把原因记下来，因为呢，在
22节的地方有提到说，父母这样回答是因为怕犹太人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都已经想好了商定，就是如果有人宣认耶稣是基督，那所以这句话呢，就是约翰福音的重点，那也是使徒行传五旬节那一天的重点，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让这些门徒来相信，知道耶稣是基督哦。所以如果有人敢说耶稣是基督，要把他做什么呢？赶出会堂。那这赶出会堂呢？我们来想说就是把他赶出去嘛，就不能来做礼拜。那但是不仅是这样，那他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戒规，不仅是禁圣餐，那禁圣餐就是你不能再接近耶稣，不能领受耶稣的身体。那甚至呢，赶出会堂呢，也代表说，他有一个在当时有的是赶出30天、80天、90天，那甚至呢，还有终身被逐，那他就不能够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那代表他不能得救。那在中世纪呢，很多人很害怕，也会因为这样，就会把这个教会的权柄，教皇的权威、主教的权威呢，就会越抬越高。好像这些公会的人，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能够断人的生死，能不能够进天堂，能不能进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他们父母亲呢，会害怕，所以呢，不敢搬出耶稣的名，不敢说他是先知，更不可能说他是基督哦。好，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读到这边，但是我们看金句是9章4节，耶稣说：“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那位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虽然前面毕士大池这个事件呢，那给耶稣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嘛，那但是呢，一样又在安息日，耶稣看见有需要的人，那他把人的需要，让人信耶稣这件事情，看着别人对他的攻击迫害更重要，所以呢，这个人甚至连跟耶稣求都没有求，这个人呢，甚至连开口都没有开口，反而是门徒在旁边议论纷纷，到底是他自己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稣说，他看不见，是神的荣耀被遮盖，所以耶稣要让神的荣耀显出来，所以耶稣用了很特别的方式，来恢复他的视力，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可是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搞了半天，没有去看见上帝的荣耀，反而呢一直在想办法来破坏、来扭曲，来把这一份的神迹呢，变成是一个不值一谈，变成是一个恐怖的事件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让我感受到说，耶稣的神迹越逆天，可是法利赛人的不信也越逆天哦，真的是难以想象。但是呢，不管如何，神迹呢就是一个记号，这些神迹呢叫人没有办法不去正视耶稣是神，耶稣是基督的正当性哦。所以这些神迹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记号。那今天的思想就是让我们可以回想，在我们信耶稣前，我们人生有没有像失明一样，从来没有看见那真光。那奇异恩典这首歌，就是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了。这个看见呢，可能是生平第一次的看见，而耶稣他的真光，他的真光，让我们看见了真正的人生，或是真正的世界。那今天我们也可以如何来向人介绍耶稣是世界的光，帮助人能够看见这真正的世界，天父的世界。那祈祷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那也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信，而不要搞到像犹太人、法利赛人不信。所以这个信跟不信呢，是第9章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一个是生来瞎眼的，一个是
后来瞎眼的，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到后面呢，他们真的是变成了眼瞎，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耶稣是基督，真的就是睁眼说瞎话。那求主帮助我们是有真的信心，有真的光，能够一生在信心的工作上面来坚信不疑。好，我们明天会继续看这瞎子后面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还有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的尘土能够见到光明，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天父的世界，让我们知道神是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活在最终的人，他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活在最终的人觉得觉得悲哀，那一生在罪恶当中，在黑暗当中。但神的儿子来，不仅要显出魔鬼的作为，还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让神的荣耀能够使人重见光明。愿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身边这一些需要见到光明的人，能够将耶稣与他们来分享，能够来成为那西罗亚奉差遣来传送福音、传送真理、传送那真光，使人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照亮。我们求你也祝福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有主的光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嘉盛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主任，谢谢各位弟兄姐妹，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